屏東小琉球對外交通攏是靠船運，機場是已經過了10冬無使用。交通部這陣是推設無人機偏向配送服務計劃，屏東就用小琉球機場來測試，若是水路袂通，會當用無人機送物資。操作人員控制無人機慢慢起飛，無人機的下面用鴨仔底物資，一路對鹽埔仔漁港飛到小琉球，規個過程大約10多分。降落了後，工作人員順利摕到物資，這是屏東縣府配合中央的偏鄉配送服務，測試無人機運送計劃。居民表示，一定是比用船仔載緊足濟，不過煩惱無人機嘛是會受到天氣限制。以前是直升機啊，所以現在當然是那個有無人機是最好的啊，而且又安全。琉球會需要到斷吹，大概都要3到4天啦。那個時候基本上就是因為風浪，所以應該基本上沒什麼風了，就只有浪大而已，所以這個是合適的。因為屏東的離島小琉球，居民和遊客攏是坐船來去，不過若拄到天氣無好，也是做風颱，海上歹停駛，島上物資就會受影響。商業發展研究院、屏東科技大學等單位希望提升使用無人機物資配送、過海運補，加速累積實際經驗，嘛測試飛的安全甲運送的條件，強化離島郵件與生活物資快速配送能力，縮短物流時間的差距，並協助建立無人機物流在屏東的常態營運模式。縣府表示，目前有2條路線在做試驗，外界上關注速度的部分，只要風無介頭，上緊10幾分，就會當對新園到小琉球降落。希望未來無人機除了商業的運送之外，發生災害時，嘛會當投入救援的服務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